部拍算要甲国军调薪水相关方案已经送到行政院，那也是话讲，这税金老总长就爱分给民众，一个人分1万块。外交部长林佳龙伫咧广播讲，确定美国相关人士了后，对台美关系是更较放心。但是邦交国海地和梵蒂冈就要特别关注。对今日暗时开始，风面渐渐挖进台湾，拜二开始温度就会落。拜四呢有华南喷雨下，全台湾这礼拜拢是10个冷的天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3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外交部长林佳龙伫咧广播专访的时阵，又讲到，这美国总统川普点控对台湾的机会是坐过威胁，表示伫咧确定美国相关人士了后呢，对这台美关系会当更加放心。针对着咱台湾12个邦交国现况，林佳龙也特别点名到海地还有梵蒂冈，讲这部分是爱特别关注的。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签署政策项行政命令，川普新政的台美关系伫政治议题对台湾产生挑战。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咱积极打造飞航供应链，确保半导体技术顶进台湾闪线布局全球，只有强化民主阵营的合作，确保自身技术优势，才会当伫美中的竞争维持关键角色。川普2.0的延续性大于变异性，那对台湾来讲，应该是机会大于威胁。最近国务院官网三度无支持台独的文字，林佳龙认为台湾的外交关系无需要什么代志拢讲到中国，台美甲美中应该脱钩，避免互中国掌控话语权。佮表示，伫确定国务卿等新人事了后，会当对台美关系更加放心。针对台湾12个友邦总体情形，林佳龙讲，伫拉丁美洲的海地甲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校定，恐惊需要特别用心维持。因为海地现在是比较属于动荡。另外一个就是说教廷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教宗，但最近因为生病哈，大家也很关心哈，为他祈福。他是就是说中国方面有用很多用心，那他当基于说宗教，他也觉得可以来往。校定外交部长盖拉格伫媒体专访提起校定甲中国针对主教任命协议展开对话，反正关系更加接互人解读参考校定甲越南的模式。盖拉格佫毋望实现反越建交，不过咱自校定前大使杜兆生指出，摕越南的模式来看待反中关系也伤早。我去参观他主教座堂的时候，我们虽然白天去了，教堂也是紧闭的，可见呢，越南对天主教还是有相当大的控制。教廷有个很低微的请求，他们在香港有个中国办事处，就专门去追踪大陆的情形，包括接待从大陆出来的神父修女。他们希望把香港这个据点移到大陆去，到目前为止，大陆也没有同意，所以他们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杜兆生表示，校定重视天主教徒爱有信仰自由甲权利，比起共产国家，民主的台湾无需要对台湾现况太过悲观。记者综合报道。中共顶个月对台湾有5届联合战备警巡，就这国军的高层分析讲，解放军真有可能把这训练变作是战争，互咱的国军是无法度去应付。国防部也在今日发布中共军机有10架，这军舰有6架，还有4架公务船来到台海附近，还有这解放军的直升机出现伫咱的东南外海。中共相关台海情势紧张，根据统计。共军2月对台展开达到500个联合战备警巡，有国军高层分析共军动态，像共机为国基地前推火箭军6项直升机也上台部署伫第一线，都是要加速由混转战，和国军维护应对。因为他们这种操演，已经是常态化，甚至是有些是无预警化。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麻痹的状况。我还是必须要警示中共由训转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国军也应该强化对共军联合战备警巡的情报的收集与判断，并加强后备动员的速度。共军由混转战若成真，要武力反台进程，有望有真侪前调，包括共机大量集中、部队大规模的调动、医疗物资弹药集结、港口等等。调查单位认为，国军爱加大征收的量能，佮将共军由混转战的可能性搭伫汉光演习演练。
国防部青沙发布，征集共计10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至西南、东南空域9架次，结合局南6架，国务院4架交代，观察共军中态度。共军直升机出伫东南外海，学者分析，中共恐吓演练对台湾东部的突袭作战。他现在有了2栖突击舰、船坞登陆舰之后呢，然后使用大型这个直升机，那他就很可能会在这个区域，那利用这个直升机这个带领这个那个载运特战部队侵入，可能将来未来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东部的这边的这个海上活动的这个监控，还有低空活动的监控，可能那个要考虑要加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去年咱全国内这税收是超过预算数5283亿，国民党团是希望把这普发现金1万块的法院依据做好完备，主张一个人发1万块。那民众党团今仔是举行公听会，有真侪学者是建议讲咱台湾这几年政府行政金额是较低，应该爱大声来行政部。也学者是建议讲爱修法，把这加出来税金呢，全部改转做是行政基金，优化咱的财政纪律。去年全国税收超出预算数5283亿，国民党团主张每一人普发1万。民众党团初三举办公听会，针对敢是支持国民党普发现金的提案，不过创也做出回应。台湾民众党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上面，是一个理性、务实、科学的政党。如果我现在就有答案的话，那今天召开这场公听会，是在过场做样子吗？公听会几啊名学者建议，最近几年政府上济数额偏低，爱优先上济，避免坐漏惊孙。有学者认为，敲定税收的用途爱有明确规范，应该修法，将敲定税收转入上济基金。把所有超征税收转入偿债基金，以备债务偿还所用。它可以杜绝政府创造超征的诱因，因为一旦政府知道说税收超征只能够拿来还债的时候呢，那他也许就会把税收乖乖的编在预算里面。不能把这个超征钱拿去拨补什么台电那些的，那本来就使用者互惠啊。第一优先就是把钱全部都去偿还债务啊，如果有多余的话要还税于民，那还要再详细考虑说你要不要设条件。不过，从也指出，2021年到去年连续4年，税收加起来超定1.8兆，显示中央政府有够能力时阵，税收成长甲经济成长不成比例，这期政府超受人民劳动甲经济成果高息。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经济，我们出口仰赖程度高达6成左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国际的一点点打一个喷嚏，可能对台湾的影响都蛮大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缩短这些误差。林慧仪初5会选举北的委员会调会，在野党力促海税移民，普发现金1万，准备制定税收超定全面共享发放现金特别条例，搁修正预算法，完备相关法规，尽速审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防部即马拍算要甲咱的国军调薪水相关的方案已经送到行政院，国民党团也在今仔提出军人加薪4法的修法，包括义务役袂当加过基本工资，志愿役就要加2万，各项加金呢也要增加，军人保险由政府专业负担等等，这预算加起来超过445亿。国军兵力流失，建立邮警部，军队偏现比突破8成大关，降到78%，严重影响台海防卫作战。总统赖清德话讲，要替国军调官台务，要求基层官兵加薪比例要比中高阶的军官较悬。在野的国民党团初三先提出军人加薪4法，义务役、志愿役拢有分。修法方向包括军人退伍条例的2案、军人保险条例、国军退伍役官兵辅导条例等修法。薪资部分义务役袂使比基本薪资较低，二等兵为21350，调悬到28590，志愿役是每人加薪2万。第一线战斗部队加级的部分应该要加1倍，同时嘛提高地血加级、超时加级。军人保险由政府专业负担，放宽支付的条件，也加上高以上子女教育补助费的补助，加起来拢总445亿。边线比只有78%而已。可是事实上，一个比较合理而且能够行使正常防卫的，起码应该要到80%到85%。那么在薪资上、待遇上，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做合理的提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讨论的议题，但是这个时间点提出来，显然看来是国民党在历经了去年的乱删乱动总预算，
以及毁宪乱政的法案之后，想要来讨好国军。国防部感谢立委提案，不过认为修法应该听顺行政院的意见，可能还是要兼顾国家整体施政负担以及可行性。那么依法应该要先征询行政院的意见，避免政府的预算膨胀或者是排挤其他预算。作为官兵调高薪水，只有400多亿，甚至我认为可以到600亿都没有问题哈。那这样的话呢，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是这个钱是用在国内。国防部原来有提起调薪方案，已经送到行政院，加薪的幅度保守秘密。专家分析，替国军加薪，唔但会当提振军中士气，嘛会当烧落国内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有休3天的连假，不过受到大雾影响，金门要登台湾的旅客却是无法登来。今早起呢，这金门航空站候补人数有上千人，说因为又搁在大雾啊，航班临时暂停。交通部航空局启动海运闭环计划，协调业者加开客船，对金门的水头港驶到家己的布袋港。候补人潮徛满柜台前的空间，金门航空站自早起9点26分起，因为大雾影响，航班搁暂停起降。不少前一日已经因为大雾，航班互取消的滞留旅客，透早就来排队，着急搁无奈。你是来旅游的吗？对对对。啊，被困几天了？就昨天晚上被困了。这没有飞机怎么办？这没有飞机啊，没有飞机，我回厦门，再直航到台北。会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那一定是嘛。看到天气继续无稳，机场恐惊爱开关关。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启动海运闭环计划，活动到协调业者加开客船。金门航空站现场清点，261名旅客有意愿改坐船。2、4、5加班船，所以现当日当航次有效，不能退票。客船下昼1点由金门水头尾头启航，去家己布袋港、电话小三通也受大雾影响，再去2度停航。来去金门水头甲厦门沟通航线，中到了后才恢复。金门航空站也伫下昼恢复正常起降。规日有7架就取消到，无也嘛有网有旅客伫现场等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比这5日这站破休唔公办，讲到前几天啊，又还是好天，不过对今暗时开始呢，这风面就渐渐挖进台湾。拜二开始，各地头温度就会落真低，到拜四受到这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2度到14度低温。加上到时阵呢，这华南云河区往东线雨水变较高，全台湾这礼拜拢是10个冷的天气。公园内有不少民众拢穿短裤、踏薄外套。拜一全台天气介绍了，不过对拜一暗开始，全台拢会变天。气象署表示，拜一暗到拜三受到风面的影响，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会有明显的强阵雨。拜四拜五因为华南云河区往东平线，全台拢是淡落落的天气。到了5号白天，刚刚说到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因此在累积的降雨上还是会比较偏多一点，并且降雨区域还是会比较偏多。但是雷雨发生的现象可能几率就会降低了，一直都是以短暂雨的现象为主，然后一直持续到6号、7号，也就是周5之前，其实在水汽方面都是属于比较偏多的情形。气象署表示，到拜三进前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温度会大大降低。对拜四开始一路到礼拜，因为大陆冷气团落南，气温会降搁较低，北部有可能会出现12度到14度的低温，上低温可能会出现伫拜5透早。因此，从星期四开始到9号的清晨，其实整天都会是比较偏冷的天气形态。在最低温的话，预计会是在7号的清晨，在北部地区可能是只有12到14度左右的低温，所以要请大家也要特别严防这个气温变化的状况。那预计在9号之后，整个台湾地区都会是一个逐步回温的现象。气象署讲，未来一礼拜全台拢会是淡冷的天气。拜三进前对流明显，天气较无稳定，较高有中阵风、强阵雨，也有可能会单春雷。也来拜一、拜二这2天，金门、马祖各有中部地区可能会大雾。气象署提醒民众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张家嘅林秀凯台北报道。交通部顶个月宣布订定轿车驾驶纸安全指引，未来这轿车驾驶纸会得管。公路局就表示，讲草案拍算规定轿车闸防玻璃透光率上加70%以上，要两边边仔玻璃呢，这玻璃是爱透光率35%到70%。民间团体是呼吁讲，轿车所有玻璃拢爱有透光率70%以上。为了惊烧热，真侪汽车拢会搭驾驶纸。不过，交通部顶个月宣布讲，为了改善安全，要实施汽车驾驶纸透光率的管理升级。未来汽车前挡风玻璃甲前边窗玻璃的透光率，拢爱照规定。
目测，但我们会进一步跟世界接轨有一个数值，还用仪器来做检测。根据了解，目前汽车隔离纸安全指引草案规划，前挡风玻璃透光率至少要70%以上，前边挡玻璃透光率规划要35%到70%。公路局第3月底邀请各相关团体来讨论，希望6月底进行有共识。为了囡仔甲过路人的安全，真侪公民团体拢呼吁讲，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甲前边挡玻璃透光率拢要70%以上。驾驶左右摆头看的时候呢，其实呢，前侧的2侧车窗的一个通透性，对它侦测环境是非常的必要的。儿童能不能够确认驾驶，知道他已经要进行穿越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我们儿童要进行过路口的时候，相对非常的重要。民间团体表示讲，希望政府赶紧把透光率按流程的建议改做强制规范，嘛希望民众爱了解，隔离纸的透光率无等于是隔离率，市面上有真侪唔若真透光，佮真会当隔离的隔离纸。业者讲，虽然这种隔离纸较贵，不过这几种状况嘛会加减影响到视野。玻璃越斜，看起来外面看起来会比较暗一点；车子越小，透视度看起来也是会比较暗一点。然后内装的颜色也会影响透视度。公路局表示讲，会找相关团体开会来达成共识。也毋过目前国内外的相关资料，拢还搁咧收集讨论，也未定案。未来的进口仪器和透光率数据化管理升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前地政局长吴尊金核销这首长特别费有问题，互检调带转去调查，检方限伊是100万交保。吴尊金在今日向市政府辞职，那市长罗秀燕就表示，首长特别费虽然是个人经费，但是这使用也爱合法，强调相关单位会配合调查。不过这立院市机关是认为讲，市政府所有主管的特别费拢爱查过。台中市前地政局长吴尊金因为首长特别费使用核销不实，顶个月25遭到检调搜索。市长罗秀燕表示，吴尊金初三透早向伊提出辞呈，已经准时。所有的市府团队的首长必须以最高的原则自我解释、自我要求。那也因此他提出的辞呈，我予以同意。首长的个人费、特别费虽然是个人的经费，还是要遵守廉洁的规范，必须依法的申报、依法使用。罗秀燕也表示，所有首长拢爱以相关标准自我检视，无讨论的空间。已经要求市府相关单位配合调查，绝对袂含糊。对外界质疑无主动说明，罗秀燕解释，检调敲锤时阵，伊当地日本访问，第一时间无法度知影完整的消息，会大家进一步了解。政治不是说什么党的问题。自己要做好就对了啦。你当一个公务员的话，你做事情要比较一些自律一点呢。台中市最近局处长定有争议，除了前公职处长张应东涉嫌对下属性骚前经科会主委刘干礼也因为请假拍德州客机网引起争议。另外，前地政局长吴尊金是特别费案方调查，正做半个月来台中市府落台第2位以及主管。吴尊金是资深公务员，除了经过4位市长，也专精土地管理甲开发利用，即马陷入特别费争议，连夜议员质疑，无定后壁也阁有。副局长也有特支费，府高层一级主管、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全部都有特支费。有特支费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最严格的审核跟办理。议员认为，市府爱主动交代内部监督机制，搁对公务员的操守加强要求，才会当挽回市民的信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2年3支半暝赛车乌白龙，敢是假酒赛车？即马警方也要查咯。半暝1点外呢，彰化秀水呢有一台休旅车经过彰乐路，随去弄到电火条啊，还有电线箱。这警方赶到现场的时阵，驾驶已经倒跑啊，会通知车主到案说明。这件事故造成当地电信出问题，大概有1200人，伫咧下晡进前拢是无信号的。中华电信即马这业者呢，也要甲这车主讨赔偿。旅行车驶真紧，突然失控一直驶，擦出阵阵的火星，汽车刷过倒退路，后倒去弄到分界道。大台车弄到反啦吼。修理车碎吧。我来花心足大个，惊死人规个做，会去看到了。弄到有偌大力，会当将路边的电线箱弄到变安尼，外卡落伫田底，光线捅出来回顺，边个还有电火条啊已经断去。
哦，这深嘛，叫弄长。桥啊，在迄落啊，用我嘛爱比半。现场卢苍苍就伫中华秀水乡，一名旅行车的驾驶青衫透早1点挂开伫中路路，自弄路边的电火条仔甲电信箱，大力一弄也互当地住户大约1200人的电话拨袂通，卡袂入来也卡袂出去。这附近电话都不通。啊，预计多久可以抢修完成？下午可以完成，大概4个小时到6个小时。先把工作做好以后，再看价位多少钱，再跟客户协商。中华电信人员无用修复善后，相关讨赔的代志由台维修过一段路，也毋过驾驶人的身份，警方当日追查。警方到达现场时，现场驾驶已离开现场，停电是没有，后来有导致附近电信网路断裂。驾驶伫案发了后逃走，警方赶到人都无看影，已经调阅车牌，会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厘清车祸原因甲责任归属。同时调查赛车人到底是甚么人，敢是牵涉啉酒赛车，还是其他因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语有一句话讲，嘛爱神嘛爱人，来看这台南国大庙有点灯这届今年人数是拢增加，亲像鹿耳门圣母庙这点灯数量是超过10万趴，比去年增加1成。就专家分析讲呢，这民众透过宗教科技，希望神明来斗保庇。那运道无顺，民俗信仰中，民众会去庙宇提替身，由法师进行祭改仪式。这阵平常日庙内嘛摆甲热堂，拢是踮咧解文化解。那祭改，嘛有真侪信众会透过点灯来求平安。传统上，真侪人会经春节期间行村顺刷点灯。不过这阵有原有侪人去庙里点，这款情形比往年较明显。啊，逐当拢会点哦。会啊，我们今年拢爱啊。我祈福自己可以在新的一年可以过得顺遂一点，这样。啊，神明暗中咧保庇迄无形的，咱也看袂到。即马都毋是讲干那聚会人较来咧拜拜点灯，即马敢是这少年的吼，拢比咱的长辈时代佫较济。以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来看，今年庙内点灯的数量已经超过10万多趴，比去年加1成。那玉峰宫嘛同款，尤其太岁灯的名额拢甜啊。另外有道长指出，今年参与拜祷祈求完成公菜信徒嘛加较济。文书工作者分析，这款集体性点灯祭改行为，可能参社会普遍集体欢乐有关系。虽然疫情过了哈，但流感猖獗哈，所以很多人就不小心过世了。最近几个影视明星名人过世，怎么生命变得那么如此脆弱？这是一种焦虑感来的因。两岸关系紧张也是一个原因嘛。讲今年度来点灯拜祷的人员吼，增加要加1倍。嘛，阁有这种，就是讲咱集体吼，还有公司，就是有人去拜，感觉有感应袂歹，所以嘛有公司甲一寡团体。文书工作者表示，去年经济状况无稳定，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大，这嘛拢影响百姓安全感。信众透过宗教来寻求心灵的依靠，望互今年有信心渡过各种难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和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白宫见面，双方是讲甲真无欢喜，扩散协议落尾也无签。这欧洲领袖车里就伫咧英国伦敦召开峰会，泽伦斯基要去，不又是建议泽伦斯基应该爱想尽办法修补和 Trump 的关系。泽伦斯基就表示讲已经准备好签署扩散协议啊，也强调会当理解美国找罗西亚总统普京对话，不过也是希望听到。美国坚定徛伫咧乌克兰这边。甲英国首相斯凯尔握手会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席周日伫英国伦敦召开的欧洲领袖峰会。不过顶礼拜泽伦斯基甲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会面煞真无欢喜。双方毋但无签扩散协议，联合记者会嘛无开，美俄的关系煞变紧张。那斯凯尔出面协商，北约秘书长吕特嘛做顶人，甲泽伦斯基通话，呼吁伊应该都要赶紧想办法修复甲川普的关系。Je zal toch echt moeten kijken hoe je weer je relatie opnieuw bouwt met de Amerikanen en met de Amerikaanse president. Want we moeten wel samen verder. Hè? Незважаючи на те, що сталося раніше, незважаючи на це, м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і. Якщо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я, що вона буде підписана, з нашого боку, ми готові підписувати. Я, чесно кажучи, думаю, що і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будуть готові.
泽连斯基是搁再声明已经准备好签署扩散协议，佮表示会当理解美国寻求甲罗西亚总统普丁对话，不过乌克兰人拢希望听到美国坚定徛伫乌克兰这边，相信美国的帮助对乌克兰的生存真重要，嘛有把握修补甲川普的关系。不过后续的会谈必须关门进行，俄乌战争一直无停。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洲真需要定心武装，提供乌克兰全面的安全保证，甲乌克兰打造成更铁的剑堤，互罗西亚吞袂落去，应应罗西亚所造成的安全挑战。We urgently have to rearm Europe. And for that, I will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plan how to rearm Europe on the 6th of March, when we have our European Council to the leaders. 冯德莱恩解释，强化乌克兰的手段应该包括盟友的财政甲军事的支持。新计划牵涉到大幅度增加27个成员国的国防开销。波兰总理图斯克嘛认为，欧洲应该加速军事甲国防自主，不是完全挖苦美国。波兰想要伫欧洲内部促成更较强的防御合作，推杀欧盟伫全球军事战略的独立性。泽连斯基伫峰会了后，嘛甲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显示英国挺乌克兰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一间新创太空公司火箭去太空，伫咧比当时间7至半暝，以垃圾幽灵号登过去，成功登陆月球，创下别人企业登过去头一届完全成功登陆的纪录。这垃圾幽灵号按算伫咧月球停2礼拜，收集相关的资料。控制中心内底发出欢呼声，宣布登月器成功伫月球降落。一间民间太空公司的员工拢欢喜甲拍手欢呼。美国一间新创太空公司火箭高太空伫美东时间12点3点34分，以垃圾幽灵号登月器成功伫月球正面东北部或者威海一个盆地内底安稳登陆。到去年2月，另外一间同款伫德州的公司伫家机器的登月器奥德修斯号登陆了后，煞出去并未相比。垃圾幽灵号创下民间企业登月器头一届完全成功登陆的纪录。Firefly Aerospace just became the first commercial company in history to complete a fully successful moon landing. Congratulations to the entire team. 外国媒体报道，垃圾幽灵号的体积甲一只河马差不多大，是今年正月15由 SpaceX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垃圾幽灵号完全成功登陆月球，嘛是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甲民间企业合作导入月球探险计划成功的头一步。伫登月过程，机器甲翕到真侪地球甲月球画面，而且有早包括月球、土壤军事机器、控制辐射电脑等等，拢总10台 NASA 机器，按算要做用暂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毋是会当导航月球试验？那些幽灵号，如果会伫月球停2礼拜，替未来登月计划观测收集资讯。除了3月14要翕一全息的高解析度影像，16个要记录月球日落，互大家了解土沙粉是要安怎伫日头影响之下铺伫月球表面之上。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护理师工会专联会积极推动，这查甫护理师会当伫咧病院做替代役。去年底呢，这国防部初步决议，护理师资格一旦大成派人军医单位。那护理师工会专联会是推估，逐年会当补充上千名护理师。国民党立委也建议讲，就要扩大到所有公立病院，甚至是民间的病院。护理师人力流失，增加关层危机甲急诊伤塌的情形。护理师团体积极推送男性护理师会当伫病院服替代役，补充基层护理人力。去年底国防部初步决议，3种等14间国军病院，逐年会当提供221个护理师的役男名额。国民党立委陈建辉建议，护理替代役爱扩大到所有公立病院，甚至民间病院。假使我们可以把护理替代役不只推动到国军医院、公立医院或是私立医院，我相信对于目前这样子的状态是可以注入一股活水。人力还没有补足之前，就让这样子医护背景的役男拨到民间私人的医疗院所去。那我想国防军力还是以国防本务为主。
护理师工会专联会认为，河南省护理师伫病院学替代役，那专业技术会当搁做，退伍了后嘛会当执业，而且命是会当互年资无中断，也会当强化继续留伫医疗岗位的意愿。估计当年会当补充上千个护理师。其实一开始是希望都开放，在原来的医院就服兵役的。后来沟通的结果是说，他们要服兵役，还是要到军方，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军方要求的东西。低的估计，今年大概会有1400左右的护理师进到职场。现阶段来讲，原则上就是分发到公立医院，卫福部和退辅会为主的话，属于荣民医院或者是部立医院这一部分为主体。内政部表示，护理专长服替代役是依照卫福部加退辅会提出的需求，现阶段无规划去私立病院。有护理专长证照，也是护理系毕业役男，就会当申请专长资格替代役。今年4月初1至30受理申请，会伫7月定级入营了后，分发去各病院服勤。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最近金州介绍直直起，后民众伫咧接机讲感受菜汤伫咧作怪咧。农民表示讲，去年连续3个风台来扫到金州庄，介绍才会起起哩。另外鸡卵也有伫咧起价，顶礼拜起3块，这礼拜起2块。农民是认为讲气候变化造成鸡卵的产量减少啊。高雄旗山的金钟，为土地的金蕉敢若1批尔，另外1批则拄啊补出来，剩的拢是第2届附近了所种的金蕉。拢总无结果，看到最近金蕉直直起价，金蕉农讲，这真正是看有食无简单个。伊全岛各府跟高建多啊，等下吐3-4场落来啦，规地吐3-4场啊，都无物件啊。金蕉农讲，目前高雄产地价1公斤108块，去年同期是差不多30几。啊，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找你拍卖金蕉上悬1公斤165块，找伊上悬160块，各进前一工嘛到140块，这样悬的价钱，互人怀疑讲，敢有人咧创空？全球人迄个极端气候，所以寒流啊济，寒人的天气嘛啊济工，所以金蕉伊咧生长就也慢。旗山农会认为，金蕉出售所以价钱才起这悬，估计6月了后大出就会当转好。啊，鸡卵价钱嘛咧起，顶礼拜1台斤起3块了，这礼拜佫起2块，1台斤产地价甲批发价分别起甲27.5甲37块。鸡卵农讲，这是气候变化伤大，影响鸡母生卵所致。冷的时间又真长啊，温差一直上下温差早晚的温差超过10度，鸡仔就会较歹饲，所以小感冒难免，所以加减不拢减量。有鸡卵农认为，虽然起价，因也是了钱，因为饲料起价这寡成本因素，互因安怎卖落了钱。除了希望政府协助，嘛会考虑减产来降低成本。记者综合报道。3年前，台铁有推出着石板的便当，迄当时是真手气。最近台铁搁再和这屏东县政府合作，用外销1本1级数的龙虎斑推出2种龙虎斑特色便当，限定3个月尔。正声一响，台铁石板鱼便当正式开卖。2种新的便当，唔有屏东龙虎斑、葱头咸鸭卵，嘛拢是屏东在地。甲龙虎斑做便当菜，台铁甲屏东县政府3年前捌合作，短短半年的时间都卖出5万外粒。这摆搁再合作，有民众经过看到，也专工留落来当开卖。以前有到那个枋寮那边去吃过，对啊，感觉那个肉质蛮好的，还会用到便当来，真的是很难等。对，我刚在这边已经等了1个小时。推出限时3个月石板鱼特色便当，可民众通食到这款高级鱼肉。其实2022年台湾的石板鱼拄到外销危机的时，就开始重新思考产业转型。过去石板鱼外销是以活鱼，内销是以倒菜的专鱼料理为主，因为价钱悬，规杯鱼啊较歹料理。这2年政府大力建设冷冻甲加工的技术，用小包装产品伫国内外拍开多元通路。近年我们在投入冷链这件事情，我们非常重视保鲜，我们也辅导我们的产业团体，还有我们地方政府去开发各式各样分阶的一个产品，去满足目前国人消费他们喜欢小包装、简单方便实用的一个形态。我们这次呢，至少都要4斤以上的鱼，其实风险当然是一定有，因为我多花了一点时间多花了大概接近1倍的时间，就是大概2年多去养成，那风险当然是有，但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个新的通路、新的契机、新的市场。
业者讲，即摆伫国内大卖场拢会当买到切片的龙虎斑，即摆透过做成特色便当，会当互民众更较认捌即款鱼，拍开龙虎斑的国内销售市场。记者柯家族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新兴的城军平台，这少年人是真爱用，最近也传出着诈骗的消息，有真侪去广告拐这少年人，才甲因牵去开这飞机货币口座洗钱，甚至是投资诈骗，连飞机币交易所也常常防无名诈骗。李银行是建议讲，应该要设一个检举专线，避免这款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工课轻课时间量上，甚至会当去外国上班。新兴的社群平台 Threads 使用者愈来愈多，嘛出现真侪要请人，也是要找头路的广告。连低卡的下皮这企业嘛捌来遮找人。不过专家警告讲，爱说里内底有陷阱。就觉得他真才看起来是真的，他要我去加他的一些其他的软体，然后甚至说提供自己的银行账号、身份证，对，然后去帮他用比特币，也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就现在到处都有这些诈骗。亲像这个陈小姐，本来看到有就近的工作机会，待遇条件嘛袂歹，无想到线顶面试通过了，对方却要求陈小姐去开飞机币口座，讲要先互陈小姐1000块的工作金，互伊心内大警醒。另外，受害者嘛有公司行号。常常客服会接到有一些民众打来求证的电话，说：“你们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啊征求什么样职位的？”那有可能是第一个，我们根本没在那个地方有 po 求职的讯息，或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职位。含新创公司嘛，几若摆去用假名，有人骗人去开飞机币口座，互诈骗集团有机会来洗钱。社群平台长时间，警政署打查仪表板显示，最近3个月民众伫出来通骗的有551件。有19件是假请人真诈骗。到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发文者这个人本身过往有没有其他的发文资讯，他的 follower 有多少，这个是我们可以第一个注意的哦。更重要的是去确认这些职缺的真实性。专家分析讲，少年人伫网络交流较无防备心，不过即摆社群平台窜起，专家呼吁讲会当透过设立检举专线，官方加强巡查这款方法来阻止诈骗集团。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无法度甲银行借钱，因就去找民间的融资公司。目前融资公司是无受到法律的规范，有一寡人因为这利息滚利息超过20%，钱就无法度还啊。民间团体是呼吁金管会就要赶紧提出融资公司法的草案来减少这乱象。17个月我们付了170万，那我问他说本金还了多少，利息还了多少？170万。既然告诉我们说利息要付100万，本金付70万。A 小姐真生气，讲出行销互融资公司无合理的过程。伊伫110年向融资公司借400万，一开始逐个月固定成8.8万块，借经过27个月才摕到合约，到单阁有363万爱还。伊讲这个坑愈补愈大坑，利率也无公开透明写伫合约内底。较侪受害人自救会就表示，因为目前无法律通管理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虽然民法有规定袂当超过16%，不过融资公司也会用其他讲法无合理的增加利率，定定算起来拢超过20%。它这个贷款交易不透明，而且利率非常高，都如果把手续费、违约金、对保什么拖车费加进去，算起来都超过20-30%。较侪受害人自救会表示，自2021年逐个月收到1-2件申诉通报，到单通报件数逐个月增加约3成，愈来愈侪人掉伫无公平的融资契约内底。另外，律师也表示，金管会捌答应讲要伫融资公司法草案出来进前，先将台湾目前4大融资公司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金管会目前却无任何作为。金额空白，利息多少不清楚，借贷金额超过他能够还的额度。借钱很高兴，但是还钱就很痛苦。那还不了钱，产生的都社会问题。催债没有规范，这个都不是消费者金融保护法能够规范的。民间团体表示，因为无专法和组织单位管理融资公司，目前受害债务人也无通申诉。也强调，因呼吁金管会伫6月份立法院会期结束之前，赶紧提出融资公司法的草案。金管会表示，伊个会伫6月底之前公布金保法上新的规范。也拿融资公司法草案，因目前正在研议讨论。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
台中后里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伊是利用这网络顶头找这买毒品的人客，佮杀囡仔去含人客交伙。警方去年7月当场抓到人，也抄到海洛因、安非他命等等的这些毒品。今年1月呢，去互起诉，也那这个囡仔呢是已经交予其他的亲友来照顾啊。社会局表示讲，会来调查这个囡仔敢有受到毒品的危害。一个姓洪的查某人含客户完成交易，拄想要杀洪的车离开，就随后卖互警方抓起来。原来2个人交易的是毒品。我就剩下这些东西而已啊。这下什么？这什么钱？啊？这什么钱？这什么钱？这是我们2个合资要拿东西的钱。拿什么东西的钱？拿海洛因的钱。海洛因的钱呀。警方随甲查某人带去徛街敲吹，除了抄到海洛因，也有安非他命等毒品，也有食到的工具和交易小铺。警方发现，带后里姓洪的查某人伫线顶找毒品的买主，对方若确定要买，就杀洪的车，也有1岁5个囡仔掩护毒品的交易。一个姓洪的查某人辩讲，是因为洪财收入无稳定，才来卖毒。红线的犯罪手法都是先把毒品藏在婴儿车里面，然后再把小孩推出来当作掩护。那等客户抵达之后，他再把毒品从婴儿车里面拿出来交易。警方去年7月将伊抓起来，检方今年1月以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伊的囡仔目前交予亲戚来照顾。台中市社会局表示，会查明毒品敢有对囡仔造成实际的危害，也会厘清敢有违反儿少权法。医生也表示，若准老母有食毒，囡仔可能会产生戒断的症状。观察小朋友的第一个是他的体重状况，他出生有没有体重偏轻，然后还有没有一些神经发育的问题，就是比方说头围偏小啊，或是脑部发育不良的状况。那再来事情就是观察他有没有戒断的状况，比方说他吸奶的能力不好啊，或是呼吸有抑制。医生表示，若准囡仔产生戒断的症状，抽血确认有毒品的反应了后，就会予伊适当比例的药仔治疗，也会评估对心理的层面敢有需要接受辅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海边是饲真侪蚵仔，说来就是要放蚵仔时间，所以这段期间伫咧嘉义东石会当看到真侪蚵农伫咧赶紧拔蚵坪，要替新的产季来做准备。用蚵索仔来甲底仔固定好安，每一个相接的所在拢爱一个拔。蚵农讲，2个人一对手拔一柄爱8点钟的时间，因为8、9月就爱一直拔到过年的3、4月，而且拔的时阵搁爱看天气来做代志。要过年前，遐嘛拢有像云南像伫咧8、9月、9月迄芳就会开始拔到3月、4月。好天就是出海啊，你歹天就是你就是爱拔边啊，无你无拔边啊，你边啊无做来出去啊，你免哪去发财啊？拔好的蚵饼仔一柄用船拖去要放的所在。蚵农讲，浸伫海面的饼仔，加计使用2吨到3吨，有时阵搁爱炸材料直接伫海上来修理蚵饼仔。若是拄着风台来破坏，对因来讲拢是真严重的损失。拄着讲你一边蚵仔，你伫海蚵仔已经收了啊，但是你无可能搁再拖倒来厝的精力嘛？你是毋是着爱这个搁早去海，搁去海加强？风台若来一收伊，就无去啊！成本你也看出遐济。这一边边啊，若请人教，搁买竹啊，安尼开起来偌济呢？好，这个成本哦，安尼一边哦，好爱4万块呢。蚵农讲，40、50柄蚵仔，蚵饼仔的成本就爱150万以上，拔新饼仔的钱爱2吨才赚会倒来。若是拄着风台，若无蚵仔通收，连饼仔的钱拢赚袂倒来，因此会当扼慢家己拔的蚵饼仔，暂会条海涌伫未来会当继续来使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高雄的大鼻湖，最近有民众去遐散步时阵，发现讲，水底哪有只蛤仔鱼伫遐游咧，因就将这画面翕落来，放上网络，因也伫咧发起讲，敢是民众来遮放杀的。来到大鼻湖园区的九曲桥，人徛伫河边，就看到湖底有2只蛤仔鱼游来游去。前一阵也有民众发现，嘛个画面翕落来，放去网络引起讨论。大家好嫌大鼻湖哪会有蛤仔鱼？因为这款正水的蛤仔鱼是外来种，这也互人对湖中的生态感觉烦恼。那当然是不好啦，来这边弃养，对不对？有时候搞不好里面会污染或者什么的，不好。1年多吧，之前就有看过了，然后后面陆续我们也看过，别人有看过，真的。
屏东科技大学教授陈富新表示，对外面看起来大比乌的应该是珍珠夯，这款鱼一体大约会当生5只至10只不等。以早都捌有人看到大比乌有项仔鱼出现，伊建议管理单位爱长期监测，即时甲移除，避免项仔鱼愈生愈大阵。如果有发现，当然是有办法移除，就可以先把它移除掉啊，就或者是说去监测一下，看到底澄清湖有多少数量的珍珠红在里面活动。澄清湖最早约于2021年发现有红鱼，推测因为民众弃养所致，目前未发现大量繁殖状况。本处亦将洽询相关单位评估移除可行性。因为这珍珠夯进前拢是人饲来看水的，可能是即摆热钓体啊无爱饲，就乌白放生。农业局表示，这款破坏生态行为毋但不可取，若是抓到，嘛当按照动保法上悬罚到15万块。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保育类的南路英，今年伫咧清明前后会飞来到中华八卦山附近，当地人也改叫做清明鸟。中华野鸟学会对20-30年前开始记录观察这南路英过境中华数量，也举办净山活动，透过解说呢，互民众哪摒扫环境，哪入版在地自然生态。民众对中华野鸟学会生态老师的脚步行，沿路捡本色，可以当听老师小解八卦山的野生动物，有山暗公、鹰仔虎、南路鹰，侪侪无共品种的鸟仔。有人是当年参加净山活动，嘛有大人带囡仔来体验生态教育。我拢是中华在地的人啊，也让小孩子对自己周遭的环境、自然生态有多一份认识。我参加3-4年啊，我每届拢招足侪人，今仔日招了20几个人来。阮兜嘛是大家拢做伙参加这活动，感觉足有意义的。当年的3-4月，保育类大鸟南路鹰会为南平飞经过中华。中华野鸟学会为30年前开始观察南路鹰过境中华情形，建立民众生态保育的概念，嘛办净山捡本色的活动，用清气的环境迎接这阵大鸟。对一般民众来讲，咱是讲咱来捡本色，但是你若对生态概念来讲，其实阮是咧甲人伫这个过程中要去观察野生动物，也就是南路鹰，免啊甲迄个边界感做出来。草啊挂甲倒，咱就莫去打过；树啊悬度收甲倒，莫去影响到即丛树啊的生态。但是咱阁有法度好好做调查。中华野鸟学会表示，今年天气该冷的时阵有冷，嘛有正常落雨。目前预测南路鹰的数量应该是袂歹，过境中华量有机会超过3万只。鸟仔会嘛呼吁民众，若要观察鸟仔，一定爱保持距离，莫乱弹本色，同齐爱护自然环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客语有客委会，原住民语有原民会，但你拢预算伫咧推展语言复振的时间。也若这台语庆祝推动联盟最近是发起联署，希望招民间各界力量来推动政府来成立着这台语复振委员会。也指出讲，这长期以来呢，台语复振拢是交互文化部、教育部伫咧做，所以无多这政策无多杀到全面化，也呼吁下部会爱合作推动台语服务和意识的培养。台语政策推动联盟在去年有举办第1届的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因招民间做伙来检讨语言政策。最近联盟发起联署，要求政府爱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因指出，亲像客委会当年预算有41亿，原民会当年64.7亿。根据内政部109年的调查，6岁至14岁人口当中，敢若剩7.4%主要使用语言是台语。联盟认为，若无专职单位来还，搁10多年后台语恐惊会消失。这其实就需要整体去规划。你到底要安怎为阮即寡2人区，家己杀厝地杀甲，互搁较侪人知影讲有即个计划。这无人去做，你就打袂出去啊！就刚刚伫咧公园站内底自嗨尔。联盟指出，台语的事工长期以来拢交互文化部和教育部在做，嘛互台语的复振受到限缩，无法度全面化。联盟建议政府爱下部门推动语言意识的培训，制定台语的政策规划。因为学者认为，台语有8成的使用人口和华语偏偏拢是社会共通语，所以定位袂当限缩伫咧族群语言尔。学者嘛认为，比起华语，台语是愈通抵抗中国在台湾各方面的渗透。
台湾话语，伊生做生的这个模样哦，基本上已经愈来愈亲像中国话语啊。无论讲是音词，也是讲一个思考的这个体系，你内底传的到底是中国传来的物件，还是一个假消息？所以讲这是国家安全，也佫有建立咱主体性上重要的一步吼。根据依法学者呼吁政府爱对外交、卫生福利等等，伫咧无共公部门推动台语服务和意识培育，会当透过台语检定考试、工作坊等等的方式，伫咧公部门体系建立机制和配套。学者认为，安尼台语的转型正义甲发展，才袂变做干那是话口好尔尔。记者卢尚书、郑春牛台北报道。各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